社會係需要唔同嘅人才，而且尤其是我哋睇到咧，特區政府喺過往嗰10多年期間啦，其實喺好多方面都鼓勵創意工業嘅推展嘅，可能未必喺傳統學科方面好有才華嘅同學咧，可以喺呢方面有一個好大嘅發展。個人就覺得啦係興奮㗎咯，因為要接觸好多全新嘅嘢啦，唔同嘅嘢，好似電視台啊、媒體呢方面係我哋學生可能平時會比較少接觸嘅嘢啦。大家可能會諗啊，咁整咗校園電視台喎，咁一定係老師做晒嗰啲嘢啦，跟住先到學生去參與。其實唔係嘅，因為學校嘅意思就係希望我哋學生去舉辦自己一個嘅校園電視台。其實我哋嘅校園電視台咧個方向係比較上創新嘅，負責管理嘅咧，我哋都係放手俾學生嘅，即係話一切都係學生主導，學生負責做台長啦，佢哋負責去設計啦、製作啦、檢討啦等等，咁老師只係從旁咧係睇住佢哋。因為我哋大家學生聚埋一齊啦，負責唔同嘅崗位咁樣，即係做呢個電視台，亦都會需要同學之間好多唔同嘅磨合，令我哋學生之間更多交流咁啦。咁而家學校俾咗個更多渠道我去發揮自己嘅興趣，所以我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啦，亦都會對呢樣嘢係成為一個目標嘅。